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，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一切知足，一切简单。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，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做人成功做事顺利。幸福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幸福是自由自在、和平安宁，凡事看会开。幸福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幸福是身体健康，辛苦白疼袂相离。幸福有时在树内，有时踮大海，有时在心中，有时在梦内。到底幸福是啥物？讲破无代志。就是观念全面迄阵开始。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，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一切知足，一切简单。你若问我幸福是啥物，其实不是困难的代志，幸福是做人成功做事顺利。幸福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幸福是自由自在、和平安宁，凡事看会开。幸福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幸福是身体健康，辛苦白疼袂相离。幸福有时在树内，有时踮大海，有时在心中，有时在梦内。到底幸福是啥物？讲破无代志。就是观念全面迄阵开始。幸福有时在树内，有时踮大海，有时在心中，有时在梦内。到底幸福是啥物？讲破无代志。幸福就是观念全变迄阵。